呢一段視頻考慮咗好耐，唉，算啦，都係用翻廣東話就算啦。真係我又唔擔心得罪人嘅，但係難保有啲人會有咁嘅諗法。嗱，蘇師傅開 live 屌我啦，你睇下我幾紅，啲視頻連阿蘇師傅都見到㗎。首先我要說明一點，我絕對唔係一個有地域歧視嘅人嚟㗎嚇。響老東家工作咗18年半。玩得埋嘅同事咧，包括咗黑龍江、遼寧、江西、浙江等等等等。落咗班之後，我哋會一齊去卡拉 OK 玩桌遊卡拉 OK 嘅。甚至時光倒流20年，我有條女係山東青島妹嚟嘅喎。囉囉嗦嗦講咗咁多嘢，嗱，證明咧我真係唔係一個有地域歧視嘅人嚟嘅。嗱，我哋入翻正題啦噃。錄音復英館原本就係響鄉下，當時嘅社會動盪，阿伯走日本仔走咗去香港，以及醫療條件唔夠先進，要嚟驅邪祭煞，所以有咗靈符治病嘅。甚至村同村之間有咗矛盾，攞住鋤頭翻疆去爭地盤打交，所以要嚟防身保命嘅。嚟到60、70年代，阿伯最先響大埔嘅小桃園原身係一個豬欄嚟嘅，響嗰度教館。嗱，香港地作為一個商業社會，復英館就傳咗60幾年，由最早你做徒弟，我做師傅。跟得我3、5、7年，我睇下你個人點先考慮教唔教你嘢，以及教你幾多嘢。嗱，慢慢演變成咦，你啱啱過完宗教啊，隔咗2個月啫噃，做師傅嗰個就催你過大教同三山教啦，再隔多3、5個月，不如過埋5岳5雷啦。無他嘅，作為一個以收徒弟為主要業務嘅神功師傅，你嗰份口教紅兒係佢嘅衣食所在。近1年以來好多視頻平台嘅粉絲真係唔止一個噶啦，走嚟揾我學風火丸。我心諗，風火丸唔係復英館嘅平替嚟嘅咩？需唔需要我同大家解釋下乜嘢叫做平替？響經濟學嘅表述，其實就係消費降級。本來飲開星巴克嘅，走咗去飲瑞幸；本來食開中華嘅，走咗去食午業神。原因係乜嘢嘢啊？經濟環境差，唔夠錢啊嘛。於是我好直接咁問呢一啲視頻平台嘅粉絲：喂，係咪錢銀嘅問題，唔夠錢，所以走去學風火丸啊？咁樣。對方俾我嘅答案係：喂，蘇師傅，貴教門好亂啊！我第一時間歸咎問題嘅結症所在，最衰啲北佬啦！喺香港地傳咗60幾年，兼且經得起時間考驗嘅一個教門，雖然一直以嚟江湖上好多是是非非，但係都未至於搞到好似今時今日咁，俾人家嘅評價係貴教門好亂啊！而一但凡南發北傳，俾啲北佬搞到成個教門嘅朵都臭埋。而家冇人學啦，你話死唔死呢？咁事實上係咪真係關啲北佬事嘅呢？雖然出嚟惹是非嗰啲個個都喺度講緊普通話，咁究竟係唔係由於佢哋係一個北佬導致到問題出現咗呢？喂，你而家叫緊人北佬，人家都話你南佬嘅啫。成件事唔關人哋嘅身份是否一個北佬，係由於急揾錢呢一種心態導致到成個教門亂晒。嗱，打個比方講，阿伯嘅徒弟我哋稱之為2代弟子，阿伯嘅徒孫叫做3代弟子，如此類推，4代弟子、5代弟子、6代弟子等等等等。阿伯嘅徒孫叫做3代弟子，使咗100蚊去放傳教，於是呢條友就喺度諗啦。嗱，我放傳教咧就收人家50蚊，放2個傳教我就可以回本噶啦噃。4代弟子使咗50蚊買咗個傳教翻嚟，佢又喺度諗啦。我一個傳教賣25蚊，收2個徒弟又可以回本噶啦噃。放傳教就咁計啫噃。咁如果收徒弟又點呢？阿伯嘅徒弟宗教大教三山教文，徒孫劈一半，
7500，圖塞再劈一本3500，去到第4代弟子，哇，1500蚊可以教你中教、大教、三山教、彈前揼三腳，咦，幾威啊！所以我成日都話啦，福英館本來一直以嚟就叫做富貴教嚟，而家幾乎成為低配版嘅神婆入門級咁嘅款。呢樣嘢同南法北傳冇關係，真係唔一定關啲北佬事。我哋唔好由於地域嘅原因搞地域黑係由於大家急揾錢嘅心態導致嘅。囉囉嗦嗦講咗成5分鐘咁散兵收工。下集繼續，下一集講啲嘢就真係關啲講普通話嘅北佬事啦。